สบายดี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旅游推举官阿凤。今天阿凤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南布拉邦的班山空。班山空呢，是我们做那个吉尔保萨，是那个手工造柱子的地方。进来看一下。สบายดีโดยการสาธิตให้เบิ่งในเด้อว่าเฮ็ดแนวใดเนาะการมาของเจียบปอซ่าของเฮาอธิบายดูว่าโดยเจียบปอซ่าเขาจะเฮ็ดมาจากแอปพวกต้นปอนต้นที่จะไม่ต้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敦博萨，敦博萨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敦博萨我们一般的话是做种2年到3年左右就可以剥皮，剥皮之后可以拿来晒干，然后可以拿来煮煮2次，一次要煮12个小时，第2次再煮1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要拿来把它清洗干净，把那个垃圾皮黑的地方拿掉，然后再拿来冲打，变成那个这个棉花一样的之后，再拿来打开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做各种这个我们本地这个花，每个季节用的花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以前是古时候是用来画那个画画，还有画那个字的，还有我们以前寺庙里面高僧用来写那个佛教的经书。然后呢，现在从1989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埃那隆关，他从几代里面，他爸爸妈妈他们传下来之后，那一年他是把它做成了现在这样子的造纸，用花，还有用这个笔画画出各种各样的我们老挝的特色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做出来之后，还可以用来包做成那个提袋包，还有做成画相框。然后呢，这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花做出，比如说我们团建过来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做出这个公司的名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公司的自己喜欢爱好了。现在我们把它打均匀之后，我也来做吧。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做了。How long is it fully dry? How long? 有点难度这个。ได้แล้วพอใส่ยาวไป1、2，哇，游侠客吉祥旅行社。阿凤的造纸已经做好了，怎么样？阿凤的图案，你也可以过来做你喜欢的图案哦。这是那个照灯，还有这里呢是笔记本，各种各样的有很多，还有这里呢是我们僧侣的布施的时候的画画。这是我们老挝49个民族里面，这是我们老挝52个民族里面其中之一的
少数民族阿卡族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老挝国花糌粑花哦。还有这边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宣通寺后面的那个生命之树，这个呢是用我们的敦沙，用一颗大的那个，然后把它撕开之后，画上去的那个沙画，用沙来画的。大家来看看，这是我们的相框，用造纸做出来的。还有这里有很可爱的小伞。